再来看台积电要伫高雄设厂，为着培养相关的人才哦，高雄有6间高中，对高一开始就提供相关的课程，予学生来选修。未来哦，嘛阁会继续增加哦，至少会有20间学校会设相关的课程。点电脑荧幕就会当调分，这蜂鸟市民拍地鼠的游戏是学生开半点钟写出来的程式，但伊嘛发现还阁有一寡缺点。 因为我目前还没办法让它在这9个格子里面，就是能够精准对到，我只能让它随机在这个画布上面跑。列册修正程式也是学习的重点。3天前，高雄伫左营南仔溪区6间高中成立半导体数位产业先修课程，予高一、高3的学生由高雄大学、中山大学高一大老师来教学，了解半导体产业 AI 领域。有学生讲本来无了解，上课了后真有兴趣，想要向这个领域来发展。有学生早就锁定大学要选读电子工程科技，提早来了解到产业的状况。还没上这堂课前，就对一些写程式没什么概念。 然后一些元件什么配置都不知道，上完这堂课后就更加熟悉。学这个应该在之后大学应该也是会用得到，而且还蛮重要的。左营高中嘛是其中一间，因的课程内容佫包括着生医检测运用。教学时阵，学生会当伫课堂馆顶操作着心电图，实际了解原理。学校表示，前3天是打基础，未来这是要甲产业界结合。 在高一的话，这是在多元选修这边，好，那高2是在弹性学习，高3的话就在弹性学习跟多元选修各自都有自己的这个主题在做开发。大学端看到的一些产业的一些面向，可能会跟高中端看到的不太一样。台积电来到高雄相关产业链人力需求变强，希望培养更较侪人才。市府嘛打算要把这个课程为6间高中扩展到全市20间。记者林昭宽、王立婷、陈坤强报道。